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现代人吃得好，如果饮食失控，加上又少运动，小心糖尿病就会不知不觉上升哦。那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台湾糖尿病患超过200万人，而且每一天以68个人的速度增加。当然，除了它慢性病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而且是从头到脚都有危机。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了解糖尿病到底有哪一些慢性病的并发症，也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知道说如何来控制相关的危险因素哦。那在节目现场很开心为你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林婉如医师，我们请林医师先跟观众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林婉如。好，欢迎林医师哦。那我们在谈这个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之前，就医生所掌握到的资讯，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糖尿病严重的程度是不是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大概我们台湾每年目前是有200多万名糖尿病患者，那每年是大概以2500名患者这样子在增加。是的，糖尿病就是有一份统计。是指出说，大概在我们的工作人口，就是说，20几岁到64岁，主要的工作人口，它占了3/4的人口数。那当然，随着这个生活形态的改变，糖尿病真的带来很多这个健康的危害哦。我想大家都听过，甚至说见证过。那医生，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个糖尿病？那很多人误以为就是可能爱吃甜的才会得到，然后或者说从这个年龄啦、体型可能都不准。那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大概是什么样？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就是3多1少啊。所谓3多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那1少就是体重减轻。类似还有疲倦之类的吗？有一些如果合并血糖过高的话，的确是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常常就是好像睡不饱，然后觉得很容易就是休息，然后休息很久也是感觉没有办法起色，这个也是相关的症状吗？其实如果有这样子的症状，其实还是建议来做完整性的评估。那尤其是40岁以上的成年人，他是可以配合我们国家国民健康的检查，就是成人健康检查。那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会检查饭前血糖，那可以初步看一下你的血糖是否正常。所以刚刚谈到这个3多这个症状所以虽然吃多、尿多、喝多，但是它体重却明显的下降，这个也算是一个指标嘛？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症状。OK， 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慢性并发症，就指的这个是小血管病变哈。那我们请医生来谈谈这个部分。我们先锁定的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指说我们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然后血糖过高会影响到我们视网膜的血管病变，然后产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会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二类是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三类是黄斑部病变。那所谓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变化，通常在我们的视网膜会看到一些点状的出血。那更严重的话，就会进展到增殖性视网膜病变。那在我们的眼底也就是视网膜会看到一些新生血管。那黄斑部病变是很重要的，因为黄斑部是我们视觉最敏感的地方。所以如果黄斑部有水肿或者是有出血的情况，那我们的视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这个病变前后它最大的差异是在哪里？对，视力，对，视力，就视力衰退，对，视力衰退，然后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的情况。是，应该是从类似模糊开始，觉得看不清楚这样子嘛？对。那刚刚提到这个视网膜病变以外，这糖尿病还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眼部的并发症，也跟大家提醒一下。糖尿病常见的眼部并发症主要是早期非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症状比较不明显的。那进展到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说有一些新生血管，那这些新生血管其实是蛮脆弱的，那很容易破裂。那破裂了就有可能造成视网膜前出血，或者是玻璃体出血，这样子就会让我们的视力感到模糊。
那如果反复的这样子出血愈合，就容易产生疤痕。那这个疤痕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视网膜变形。那更进一步的可能会产生视网膜牵引性剥离。那患者的视力会逐渐恶化，那甚至如果没有做进一步的治疗，有可能会到失明的情况。那刚才还有提到的就是黄斑部水肿的问题。好，那这个其实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导致失明最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新生性的青光眼跟虹膜新生。好，这病人会感到眼睛疼痛，好，那视力恶化的情况。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严重的眼疾都在这个里面哈。是，那很多人还是不会把这个眼疾跟这个糖尿病联想一起哦。那特别是这个病患，他可能没有症状，容易被忽略，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会建议要做视网膜筛检。好，那糖尿病患者建议每年至少做一次糖尿病的那个视网膜筛检。通常我们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大概发病5年内，我们会建议做第一次的糖尿病视网膜筛检。那第二型糖尿病在诊断的同时，那时候我们就建议马上做糖尿病视网膜的检查。好，往后会医师的建议，医师会依照他临床的情况。好，那当然至少就是每年一次。OK， 反正就是早期这个诊断、早期治疗哈。那还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筛检出这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检查方式常见的有免散瞳眼底摄影，那也有由医师以直接眼底镜或间接眼底镜来做检查。那此外还有眼部电脑断层跟荧光摄影的检查。那这中间以免散瞳眼底摄影这个最为方便。好，在有经验的技术员的操作之下，那不用散瞳，那大概在很短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内，那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筛检。当然这个后续再由医师来判读这个片子。这个除了简单以外，它的好处是说每次影像我们都有把它存下来，可以做日后做追踪比较。所以一有状况的话，就是我们先可能你不晓得什么状况，先去挂家医科，然后再请医师再转接到眼科相关的一个专科嘛。在家医科我们就会先安排视网膜筛检。是，对。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判读的过程中发现它是比较严重的哈，我们就会转诊给眼科医师再做进一步的处理。好，那我们刚刚提这都是小血管病变哈，除了眼睛的并发症，那我们请医生来谈谈这个糖尿病，它如果是侵犯到肾脏，它伤害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肾脏病变它通常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是。但如果有出现以下讲的5个症状，那就要非常的小心哈。第一个是泡指的就是久治不散的泡泡尿，也就是蛋白尿。那一般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小便里面是不会有白蛋白的。那因为我们的肾脏它过滤的功能受到了伤害，所以这些白蛋白就漏到我们的尿液里面，所以检查得到。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水就是指水肿。临床上的水肿就是指说在我们怀有水肿的地方，我们用手指去按压，那久久的，它皮肤无法马上回弹，然后这样子就是水肿的情况。好，那第三个我们刚才说的是高血压，为什么会跟高血压有关系？哈，是因为我们的肾脏会分泌肾素，肾素是可以调控全身的血压。那当我们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我们血压就有可能会升高，变得很不好控制。好，那第4个是贫，那所谓贫就是指贫血。肾脏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是红血球生成素产生的地方。那当我们的肾脏如果有问题，这个红血球生成素它的分泌就它的产生就可能会不足，那就可能会造成贫血。最后是倦就是疲倦哈，因为肾毒素累积在身上，就会可能有全身疲倦、虚弱的情况。是。所以刚刚医生有强调说，这个初期并不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哦。那所以一旦有上述这些症状，就是算是蛮严重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至于整个糖尿病的肾病变，我们要怎么去筛检？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验尿、验血，我们最主要就是看我们的肌酸酐，那再进一步的去算肾丝球过滤率。那验尿的话，我们就是检查为蛋白尿。第1型跟第2型是糖尿病的分法。肾脏的话，我们是分，如果是进入慢性肾病变的话，那么是分5期，依照它严重程度去分。
是了解。好，那我们谈一下第3个并发症，我们就来到这个神经病变咯。那感觉是比较广泛的伤害，那其中这个周边的神经病变跟这个自主神经病变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样来筛检？我们先讲到周边神经病变。周边神经病变一般就是我们会听到病人说，我的脚会麻，会痛啊，觉得刺，或者有人会觉得说是，有昆虫在上面爬，或者是有像火在烧，有灼热感。是。那一般周边神经病变，它是从脚趾头开始的。对，那慢慢的它会往上窜上来。一般大概到了小腿中段的时候，我们手的那个症状也会开始出现。就是它的临床表现就是对感觉变得不敏感，或感觉异常。那感觉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会觉得手指或脚趾会麻、会刺、会痛，有灼热感，或者说像有东西在上面爬。那感觉减退是一般是对冷、热跟痛它的敏感度降低了，那以及对震动感还有位置感，它的感觉是减退的。自主神经病变就是说看我们牵涉到哪些器官一般心血管方面的话，最主要会有心率变异减少，休息的时候心率会变快，姿势性低血压等。那肠胃道的话，有可能会有便秘的情况，腹泻的情况。那泌尿系统的话，有可能是会有解尿困难，或者是性功能障碍。那另外排汗功能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个就是严重低血糖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糖尿病的自主神经造成病变，没有交感神经的症状警示，所以会血糖很低，他自己也没有感觉到有不舒服，这样就蛮危险的。是。那当然提到这个神经被这个高血糖破坏，然后感觉到麻木，或者是没办法侦测到痛感特别是这个脚底的感觉最迟钝嘛，对不对？那就是那个印象大家非常深刻的广告，这个女孩骑脚踏车，然后说压到阿嬷的脚，阿嬷说阿嬷你怎么都没有感觉才知道原来糖尿病也会侵犯到这个脚那到底什么是这个糖尿病足来请医生跟大家详细说明这个最主要发生原因大概怎么样？糖尿病足它最主要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糖尿病周边神经病变有关系，那再加上一个糖尿病周边动脉疾病有关系。好，那因为感觉神经变不好了那再加上有伤口不容易愈合，所以就容易有糖尿病足。那没有控制得好，严重的话还可能会有截肢的风险。那为什么一样都是糖尿病患，那有些就是它不会有糖尿病足的这个产生，甚至严重到所谓溃疡是截肢吗？这个差异到底在哪里？这当然就是跟他们一些危险因子有关系血糖控制不好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抽烟的病人也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过去曾经有脚部溃疡它也会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那足部如果有畸形的情况也容易。此外，如果是进展到有肾病变的病人，那他也容易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站在预防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筛检跟评估？糖尿病足的筛检也是分为2项最主要还是分为周边神经的筛检，跟我们刚才讲的周边动脉疾病的检查那周边神经病变的筛检我们临床上会做足跟反射的检查。我们的足部检查包括有跟腱反射的检查，好，那单股纤维压力的压觉检查，那还有一个我们会用频率128赫兹的音叉来做，就是脚趾足背的震动感检查。是，那我听说有些人就是糖尿病患，他希望觉得说血液循环要好，他就把他脚泡在这个很热的水里。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跟患者提醒一下？对，因为他们的刚才有提到神经周边病变它其实它对感觉冷热的敏感度是降低的。那如果太烫的话，有可能是说我们泡太久，那病人也不知道说太热了，那这样子容易有灼伤的情况。那灼伤之后又造成一个伤口，那等于间接又是造成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了。对，伤口又没办法愈合，所以有更加恶化这样。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这3种这个小血管的病变，就算是这个急性期的并发症吗？还是说我们算是及早控制还是可以痊愈吗？
这个不是急性期的并发症，对，它是慢性并发症。那并不是可逆的。OK， 是。对，所以早期检查，早期发现问题，然后我们从中希望并发症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这是很重要的。了解。好，那所以我们一旦这个并发这个小血管就要很注意哦。那如果是大血管病变哦，就包括心血管啊，或是脑血管，或是周边的动脉，就更危险了，不是吗？所以我们请医生来讲一下这个大血管病变。糖尿病大血管病变主要是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糖尿病脑血管并发症及周边动脉疾病。那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主要指的是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的问题。是。那糖尿病脑血管病变，其实大概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中风啦，主要是栓塞型中风或者是有一个是暂时性脑缺血的情况。这些部分我们怎么样去得知说他可能之前是什么状况，然后后来演变到现在这个？之前应该是说我们往前是要把相关的危险因子控制好，比如说血糖需要控制好，那另外我们的胆固醇跟这些疾病也息息相关，所以血脂肪的部分也要控制好。OK。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谈到一个这个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控糖 A 到 G 的一个综合性的宣导哈。那这分别代表什么？也请医生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哈。毕竟这个预防还是重于治疗。A 到 G，A 就是指的是 A1C，A1C 就是糖化血色素。那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每3个月就会建议测一次糖化血色素，知道你的血糖控制的好不好。那我们希望控制在小于7% 以下。那所谓的 B 就是 blood pressure 也就是血压。血压我们希望控制在140/90以下。那 C 指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那我们希望这个部分的话，至少每年可以检查一次，那控制在100以下。那 D 指的是 drug， 也就是药物哈。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会建议要规律的依照医师的指示使用这个药物。那 E 我们指的是 eye， 就是眼睛刚才有提到每年至少检查眼底一次。那 F 指的是 foot， 就是脚哈，也就是说我们每年至少检查一次我们的足部。那最后就是 G 了 ，G 也就是 eGFR，eGFR 就是肾丝球过滤率。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我们定期的检查我们的肾抽血，检查我们的肾功能。那每年至少一次尿液白蛋白的检查。是提到这个 D 这个按照医嘱这个准时服药，我觉得这个好像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对医生来讲，你们也没办法去说到底是药到底有没有服进去或什么，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患者？在我们临床上会跟病人沟通，那依照他的生活形态、他的工作形态，好，那我们会尽量帮他的药物简化，那会考虑到他的服药有没有困难，那服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跟他沟通，那希望简化之后，那病人可以按时服用药物。那这样子，血糖控制的比较好，日后也可以避免一些并发症。对，特别是老人，他可能这个依从性会比较低甚至常常忘记。那如果是忘记的话，或者甚至有重复用药的问题，这个我们怎么去帮他做解决？我们就会尽量帮老人把药物简化啦。那其实除了药物，血糖控制好，很重要的一点是还要有饮食的控制跟运动。好，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病人，临床上我们都是整体性的会去帮他们做卫教与建议。是，那刚刚医生提到这个，对糖尿病患来讲，这个从饮食跟运动跟药物这3方面的控制是缺一不可哈。我们就分别讲一下，从饮食上面有什么建议？我们会尽量避免糖类的食物啦哈。那我们也会希望是淀粉类也要稍微做控制。好，那另外食物我们还会有区分为升糖指数高的食物或升糖指数低的食物，那我们会做一些建议，好，就是说，因为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吃了，我们血糖会一下子高很多，这样子也不好。因为重点就是要吃那个食物的原型的甜而不是说
吃那些加工之后的一些甜。当然。可是问题是有一些像那个水果，它本身就很甜，这部分也是要注意吗？当然，水果的话，糖尿病病人的话，我们建议一天最多就是2份水果。那这2份水果的量是多少呢？一般就是拳头大，我们算1份。哦，是。那所以苹果很大颗，我们可能没办法吃1整颗。那如果像樱桃还是小番茄小小的，我们怎么去估算呢？可以拿一个饭碗，大概装8分满，当成1份这样子。是。那运动上面有没有特别建议？对，运动上的话，其实还是要因人也要考虑到对方的年纪，比如说老年人，我们会考虑到他是不是有膝盖关节的问题，所以会因人而异的给予建议。那通常是要在自己能力可以负荷之下，来做。那我们会建议每次的时间是有达到一定的量。好，那我们的活动度也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这样子。好，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运动形态啊？老人当然是从最简单的，有一些坐在椅子上就可以的。好，比如说有的人他确实年纪大，然后有跌倒的风险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做一些类似毛巾操，他们那可以局部强化局部的肌肉。好，那除了饮食部分跟运动部分，那另外的药物控制，这个在糖尿病并发症上面有没有特别的一些用药？糖尿病并发症上面有没有特别的用药哈？我们糖尿病的药物的开立，其实会针对每个病人的个异性不一样的去开立。那最主要还是会考虑到他的肝肾功能哈，因为药物最主要还是它的排泄是从肝功能或肾功能来做排泄的，会考虑这些。那此外，肾功能不好的话，有些药物我们也会尽量去做避免。是。那剂量上的调整，这个也是很必要的。比如说听到一些长辈说啊，是不是我这个吃糖尿病的药就是要吃一辈子？这个是不是一个迷思？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的确有可能，在年纪增长之后，血糖不需要那么多药物，那甚至临床上有些病人的确后来，有可能是因为身体体内代谢的问题之后，有可能是不太需要再使用口服的药物，但这个是需要追踪的。是。对，这个是我们追踪了之后，看糖化血色素的变化才会决定。所以没有所谓说你吃糖尿病的药就是变成一辈子都要吃一样。有些人有些是真的是这样的吗？对，有些会。那有些是，比如说他可能初期有吃药，但后来他的饮食跟运动控制的相当好，那他也可以维持一段不需要吃药物的时间。那有一个说是说我打胰岛素会有洗肾的风险，这是真的吗？不是啊。不是吗？对，这是刚好相反哈。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哈，我们开立药物哈要考虑到病人的肾功能。那其实有些药物，就是你吃了肾功能不好，无法代谢，那反而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打胰岛素刚好可以补足这个问题哈，因为胰岛素就不受肾功能的影响。好，那反而就是说，我们肾脏功能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其实可以慢慢的把药物减少，然后使用胰岛素。OK。好，我想针对今天这个慢性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医生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再提醒观众朋友的？最后。糖尿病其实血糖高，好像我们说大部分都没有什么症状，好像也不觉得危险，那所以常常容易被忽略。对，好，那我们担心的其实就是这些慢性并发症。眼睛的部分，假使没有好好的去做控制的话，有可能会有失明的情况，那对我们的生活会有极大的影响。那肾脏的话，没有控制好，最后有可能会进入洗肾的阶段。那刚才还有讲的糖尿病足，那它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会有截肢的问题，那这都是影响我们生活品质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定期的去做一个筛检，那早期发现问题，早期来做治疗，那这对我们的生活品质有很大的帮忙。那此外，规律的运动以及遵从医嘱，好好的服药，这也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有相关的症状有问题，就直接先挂我们家医科就对了。可以。如果完全都不晓得，你打了那么从头到脚这么多的症状，所以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是挂家医科就对了。好，我们再从家医科这边来做评估哈。
我想根据了解，这国人10大死因，这个超过一半的疾病都跟这个糖尿病有直接跟间接相关哦。所以这么严重或是很大威胁的慢性病，也需要大家好好来认识哦。那千万不要演变到这个并发症，就很危险哈。那当然，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节目，希望让每个观众都成为保健宣传的小尖兵。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医师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那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